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閱讀天下節目，我係龔小夏。今日呢係2025年嘅9月30號星期二，亦都係美國政府財政年度最後嘅一日。如果今晚12點以前呢，參議院嘅兩黨議員冇辦法就政府嘅預算通過協議之後呢，美國政府就會再次出現閂門啦。咁我預告一下咧，如果政府真係閂門咧，我喺聽日咧就會到華盛頓去現場啊，為大家錄製呢個政府關門嘅呢個閂門嘅實際情況同呢個節目嘅導語啦。咁我都冇辦法安排啲攝影人員同設備同我一齊去嘅，所以咧只能夠用手機錄像，效果就肯定唔係咁好噶啦。但係咧會俾大家帶嚟一啲現場嘅直觀感覺咯。咁琴日參眾兩院嘅民主同共和黨領導人啊，就去到白宮同總統見面，討論呢個預算案。不過呢個會議就毫無結果。咁開完會之後呢，副總統曼斯同共和黨籍嘅兩個國會領袖，包括眾議院嘅議長 Johnson 同埋參議院多數黨嘅領袖 John Thune 一齊喺白宮外邊同記者見面啦。佢就解釋點解雙方冇能夠達成協議。曼斯就講得好堅決嘅，真係好有意思。咁我聽佢哋點樣講啊？我睇下呢段三個人發言嘅配音視頻。大筆金錢數千億美元俾佢哋非法移民做醫療保健，而美國人自己就捱緊醫療費用。呢個就係佢哋一開始談判嘅做法。我哋覺得呢件事好荒謬。我哋同佢哋講過呢件事好荒謬，而家佢哋又走嘅話，如果你唔俾晒我哋想要嘅嘢，我哋就要關閉政府。我哋覺得呢個講法更加離譜。我哋覺得呢，佢要求完全唔可以接受，而且我哋認為美國人會因為佢哋唔肯做正確嘅事而受苦。而家我想喺度講最後一點，你會聽到好多聲音嚟自參議院民主黨同眾議院民主黨講美國醫療政策已經壞晒。冇錯，我哋都知道美國醫療政策真係壞晒。我哋喺上任呢8個月一直都努力想搞掂佢。但係佢哋指責美國醫療制度壞晒嘅每一樣嘢，其實都係民主黨過去10年一直支持嘅政策。如果佢哋真係想傾下點樣去改善美國醫療政策，咁就一齊嚟傾啦。議長都好想做呢件事噶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都一樣想做，不如我哋一齊合作搞掂噶啦。但係我哋要喺政府開放嘅情況下去做，要繼續為美國人提供基本服務。呢啲就係我哋提出要做嘅全部嘅。而佢哋拒絕咁做，其實就證明佢哋嘅立場有幾唔合理。我覺得我哋會走向政府停擺，因為民主黨唔肯做正確嘅事。我希望佢哋會改變主意。不過我哋就睇下點啦。我俾議長講幾句。多謝你，范斯副總統。我都想多謝總統啦。佢哋今日展現咗堅強嘅領導力。佢哋邀請咗4位領袖過嚟，因為總統係以誠信行事。咁今日表現得好清楚。問題就係Chuck Schumer 同 Jeffries 領袖拒絕承認嘅簡單事實，不如我哋一齊回顧下咁簡單事實係咩？正如副總統所講，呢個係最有常識嘅做法，呢個係正確嘅做法，呢個係最簡單嘅做法。簡單回顧下，眾議院而家翻去正常撥款程序應該有嘅運作方式，有12份獨立嘅撥款法案通過咗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其中3份已經喺議會通過，參議院都一樣有做咗呢個工作。順帶一提呢，佢全部都係兩黨合作完成嘅。佢哋喺參議院通過咗3份法案，呢啲賬單並唔完全相符。因此，自2019年以嚟，眾議院同參議院首次成立咗一個協商委員會，呢個就係法案成為法律嘅方式。佢哋解決咗分歧，所有呢一切都係喺兩黨共同努力下發生嘅。咁問題就係我哋已經冇時間啦。9月30係財政年度嘅結束啫，所以我哋需要更多時間。所以我哋共和黨多數派做個啱嘅、負責任嘅、簡單嘅事。一份乾淨嘅持續決議案，一份短期冇黨派色彩嘅持續決議案，成份文件淨係得24頁咁多。如果你想喺實物端領袖有一份副本，入邊嘅任何黨派成分嘅政策條款，咁我哋政黨嘅大編號，因為我哋想為美國人民做好事，俾多啲時間去談判。而家 Chuck Schumer 同 Hakeem Jeffries 之所以出嚟踩場，話佢哋唔可以接受呢個方案呢，其實有原因嘅。佢哋試圖加入咗無關痛響嘅議題，佢哋提出咗一個反建議，你應該去睇下佢哋要求佢點咩？15000億美元新開支，完全同現時撥款程序無關。佢哋想好似你講嘅，恢復由納稅人資助嘅福利，啱唔啱？美國辛勤工作嘅納稅人，佢哋想攞走你哋嘅資金，並將其用於為非法移民提供福利。佢哋想恢復佢，因為我哋已經擺脫咗佢。佢哋想要支持左傾媒體，佢哋又投入咗5億美元
為期7週嘅臨時融資措施咧，耗資15000億美元。我哋唔會咁做啦，佢哋知道我哋不能咁做。過去我哋從來都冇乜做過。拜登政府期間有13次面臨政府關門危機，當時身處少數黨喺共和黨人做咗正確嘅事，我哋令政府繼續運作嘅停擺，我哋只係要求民主黨人都做同樣嘅事。我再次想多謝特朗普總統堅定有力嘅領導，佢聽佢嘅論點，但佢哋就係唔肯承認咁簡單事實。我諗多謝副總統都展現咗佢嘅領導力，值得一讚。如果民主黨決定令政府停擺，後果呢就要由佢哋自己承擔。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可悲。我哋從來都冇話過咁做係好主意，我哋都唔認為佢做係啱嘅。我諗你記住，當我哋喺眾議院投票時，我哋已經通過嘅。眾議院已經完成咗佢應該做嘅事。我哋差唔多2個星期前就做咗呢件事。眾議院入邊除咗1個之外咧，所有民主黨人都投票支持令政府停擺啦。呢個就係紀錄，唔好忘咗呢一點。我會請寬領袖介入嘅。好嘅，浩哥，冇該晒你嘅發言，先生、副總裁、女士們、先生們，咁就係我哋正係談論24頁，呢個係一項持續決議，為政府提供資金，直至11月21號。我唔知佢哋點解話呢個係重大嘅黨派紛爭，呢啲嘢我哋都係好例行咁做嘅。而當民主黨有多數席位嗰陣，總共13次，佢哋都係多數。拜登總統當時嘅白宮，我哋都通過咗持續撥款決議去資助政府運作，呢個純粹就係挾持嘅嘢啫。代表民主黨嚟做，共和黨人係團結一致嘅。眾議院共和黨、參議院共和黨、特朗普總統，眾議院已經通過咗一份乾淨嘅撥款決議，資助政府運作到11月21號。呢份方案係乾淨，兩黨支持，而且係短期嘅。但係佢俾咗我哋足夠時間去完成撥款程序，呢個先係我哋應該用嘅資助政府嘅方法。所以眾議院、參議院嘅共和黨人同總統都團結一致，已經通過咗呢條法案。而家呢份法案就擺喺參議院嘅面上，我哋今晚就可以拎起嚟通過嘅。我哋聽日政府停擺之前都可以拎起佢通過，咁就唔會有政府停擺啦。而家完全喺民主黨點決定，因為而家淨係得佢哋阻住美國人民同政府停擺之間，我哋全部都支持資助政府。而且呢樣嘢，民主黨佢哋具有多數時已經例行做過13次，所以對我嚟講，呢個純粹係民主黨挾持人質嘅行為。我哋願意坐低咧，同佢哋討論佢哋想要討論嘅一啲問題，無論係延長保費稅收抵免，定係進行改革。我哋好高興咧進行呢次談話啦。但係就目前嚟講咧，呢個係對美國人民嘅劫持，美國人民將為此付出代價。你想講幾句說話咩？當然啦，我哋希望政府保持開放，政府關門一段時間對美國人民嚟講都唔係好事。我哋會妥善處理，但係呢一切都係可以避免嘅。只要接受一個合理嘅立場咧，就可以避免呢一切。咁就係眾議院已經通過嘅，參議院正係審議嘅，即係通過一項短期持續決議，繼續為政府提供資金。從來冇人就認為喺短期嘅持續決議裏邊咧，加入15000億美元嘅開支係合理嘅。呢根本就係挾持人質，我哋絕對唔會接受呢種做法。我哋希望民主黨人可以懸崖勒馬，為呢個政府撥款，俾我哋可以繼續前進。多謝吓。好，施生，總統先生，我諗澄清一下，你頭先提到你認為我哋正走向政府關門啦。如果政府唔關門，聯邦政府會唔會準備解僱聯邦員工？就首先，如果民主黨令政府關門，我哋都要盡量維持基本服務運作。而 Russ 已經被指派確保可以做到呢樣嘢。你啱啱問到談判嘅問題，有一樣嘢我好欣賞總統。坦白講，成個團隊嘅做法都係我哋啱啱同 Chuck Schumer 同埋 Kim Jeffries 傾偈嗰陣呢，其實你都知啦，佢哋有啲主意真係幾瘋狂啊！用納稅人嘅錢俾非法移民做醫療，呢個真係好瘋狂嘅主意；資助秘魯做變性手術，呢個都係好瘋狂嘅主意。但係佢哋都有啲主意，我覺得其實幾合理㗎。總統都覺得有啲主意係合理㗎，唔合理嘅就係佢嘅主意咁做籌碼，威脅話如果唔滿足晒你嘅所有要求，就要關政府。有唔止一次 Jeffries 領袖或者 Schumer 領袖會講，其實我哋應該咁做。美國總統都會話冇錯，絕對同意。不如我哋一齊傾下呢個話題。但係我哋要喺政府照常運作嘅情況下去討論。我哋唔會俾你挾持住人民嘅政府，然後滿足晒你所有要求。其實而家談判就係咁嘅狀態。好啊，一齊傾下啦，一齊坐低談判啦。但係我哋唔會因為唔滿足民主黨所有要求就關政府。Kalen， 你知唔知 Hoover 參議員講過關於醫療保健有個內容係總統第一次喺嗰度先聽到嘅？
總統對呢條法案有咩意見？其實我好懷疑總統係第一次聽到呢啲內容，多謝 Chuck Schumer 啦。但係我想講嘅係，睇下啦，我哋已經喺幾個月前通過咗嗰份大而靚嘅法案入邊，加入咗500億美金嘅鄉郊醫院基金。因為我哋知道喺拜登政府嘅政策之下，好多細鎮醫院、好多鄉郊醫療都被迫關閉或者經營得好艱難。我哋而家就係想解決呢個問題。事實上，我哋都樂意同民主黨合作，一齊解決呢個問題。我哋想跨黨派合作，確保大家都可以有好啲醫療服務。我哋唔會俾民主黨為咗攞晒佢哋想要嘅嘢，就挾持政府，搞到政府停擺。人民政府從來唔係咁運作嘅。喺特朗普政府嘅領導之下，事情肯定唔會咁樣運作。呢個對於醫療保健嚟講非常重要嘅。佢哋嘅反建議，亦即係查克舒默同埋哈基姆傑弗里斯要求佢哋收翻我哋投入到農村醫院支持結構嘅500億美元。佢哋想收翻呢一點，我哋唔會咁做啦。我哋通過咗呢項決議，因為我哋必須考慮到呢一點。另外，如果佢哋真係令政府停擺，不單止軍人收唔到人工，聯邦公務員同埋大家依賴嘅所有服務都會受影響，連 WIC 計劃即係婦女、嬰兒同埋兒童營養計劃都會睇得嘅資助。FEMA 都會啲資金，而家美國沿岸有颱風逼近，呢啲係好嚴重嘅事。你有遠程醫療服務，仲有精神健康服務。如果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上任，政府資助嘅一切將停止。哈基姆傑弗里斯同埋民主黨得逞啦。民主黨關閉政府將對國家造成損害，我哋唔能夠允許咁嘅事情發生。多謝大家，請大家思考下，有冇乜嘢更短嘅 CR 呢？非常感謝你。咁喺開完會之後呢，民主黨籍嘅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Schumer 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Jeffries 亦都喺白宮外面對記者講話，佢哋解釋咗點解民主黨要咁大幅度咁增加預算，一唔係就唔肯通過呢個預算，寧願俾政府關門。咁我哋聽下佢哋點樣講。向前總統講解喺醫療界發生緊啲咩事，同埋會帶嚟咩後果。佢哋個樣同埋嘅反應呢，我覺得佢應該係第一次聽到呢啲事。鄉郊醫院關閉，仲有咁多診所都執緊。我唔知佢之前知唔知，但係如果我哋咩都唔做，啲人每年要多俾4000蚊，每個月多俾400蚊，差唔多一年多呢5000蚊去交醫療保險費。而家啲人都唔知可以點做，一般打工家庭根本負擔唔起。我同佢講過，我遇過一個媽媽，佢因為個女有癌症而嗌住同我傾偈。而家醫療保健搞成咁，佢哋做咗啲咩呢？呢位媽媽只可以眼白白睇住個女受苦，甚至可能會死。所以佢好似第一次真係明白到呢個危機有幾嚴重。我哋都希望佢會同共和黨領袖傾下，話俾佢哋知，我哋醫療保健需要兩黨一齊參與。呢兩日啲新聞真係好多啦，大新聞添。咁琴日星期一啊，美國總統 Trump 就同以色列總理 Netanyahu 喺白宮度會談。咁佢哋會談嘅目的係推出個20點嘅中東和平計劃啊。原來話21點，而家見到係20點。咁嗰個方案呢，就包括咗加沙立即停火、釋放所有人質、增加人道援助，以及咧建立一個由國際和平委員會監督嘅臨時巴勒斯坦政府，就唔得有哈馬斯啲人參加嘅。咁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即係而家喺約旦河西岸嗰個機構已經好多年㗎，已經20年㗎啦。以及咧好多穆斯林國家就表態支持啦。佢話真係要實現和平。如果呢個落實到咧，係會即係呢個戰爭進行咗2年啦，係真係邁出咗結束戰爭嘅重要嘅一步啦。不過係唔係落實到咧，就唔知要等即係哈馬斯最後係唔係同意。如果唔同意咧，個仗繼續要打落去。咁有啲消息人士透露，即係今朝透露咧，哈馬斯同埋巴勒斯坦佢裏頭好多派噶嘛，有啲派別咧就喺度傾向話要接受，而且咧喺埃及同卡塔爾嘅調解下作出回應。呢個係而家一步嘅啫。咁有人講一句笑話咧，以前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啲巴勒斯坦人啊，從來唔會去錯過一個錯失機會嘅時機，即係咩意思咧？就次次有新機會咧，佢哋錯失，佢從來都唔會去
唔會唔去錯失嘅。即係英文講嚟幾順口，中文就唔係咁順口啦。就係咁意思啦，即係次次都搞錯嘅。所以我哋睇下 CBS 新聞對呢個事件嘅報導。據一名接近談判進程嘅消息人士星期二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News 透露，哈馬斯同其他巴勒斯坦派別正傾向接受川普總統提出嘅結束加沙戰爭嘅計劃，並會喺星期三向埃及同卡塔爾嘅調解人提交回應。呢項由川普總統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一喺白宮共同公佈嘅方案包含20個要點。如果達成協議，加沙將會迅速實現停火，釋放所有剩餘人質同部分被以色列囚禁嘅巴勒斯坦囚犯，同時增加人道主義援助，並最終將加沙嘅管理權移交俾一個由巴勒斯坦技術官僚組成嘅臨時政府，由一個國際和平委員會監督，而川普本人將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方案寫明，喺以色列公開接受協議72小時之內，所有人質，不論生死，都要被交還。內塔尼亞胡星期一同川普一齊公開露面時，似乎已經接受咗協議。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亦會加入和平委員會。根據方案，以色列會繼續控制加沙周邊嘅安全。內塔尼亞胡喺同川普會面之後表示，以色列軍隊會喺大部分加沙地帶繼續駐守，至少要等到所有人質被釋放。一名了解談判嘅外交人士同 CBS News 講，埃及官員同卡塔爾首相已經將呢份方案副本交咗俾哈馬斯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PA， 即係喺以色列佔領嘅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實行有限自治嘅組織，已經透過旗下嘅雅法通訊社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呢項方案。聲明強調同美國嘅夥伴關係對實現地區和平嘅重要性，並重申其對部分改革嘅承諾，包括喺戰爭結束1年之內舉行總統同議會選舉。聲明話，我哋已經明確表達，我哋希望建立一個現代、民主、非軍事化嘅巴勒斯坦國，致力於多元同和平嘅權力交接。川普嘅方案未有即時賦予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戰後喺加沙嘅角色，但方案表示，該組織喺完成一系列改革之後，可以安全並有效咁重新掌控加沙。包括中東關鍵國家喺內嘅多個穆斯林多數國家領導人迅速表態支持。約旦、阿聯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同卡塔爾發表聯合聲明，歡迎川普為結束加沙戰爭所作出嘅真誠努力，並表示對佢能夠揾到通向和平之路充滿信心。聯合聲明話，佢哋強調同美國合作確保地區和平嘅重要性。喺呢一方向上，各國外長歡迎川普總統提出結束戰爭、重建加沙、防止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遷徙、推動全面和平嘅建議，以及佢宣布唔會容許約旦河西岸被吞併。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表示，佢對內塔尼亞胡對美國提案嘅積極回應深受鼓舞，並指出所有各方必須把握呢一刻，俾和平一個真正嘅機會。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News 報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對 CBS News 表示，任何能夠令我哋實現停火、釋放人質、結束我哋見到嘅屠殺同難以置信嘅苦難，並為和平開闢道路嘅舉措都係值得歡迎。喺加沙代爾拜拉克市，一名男子對 CBS News 講，邊個嚟治理加沙都冇所謂，但我哋唔想再經歷10月7號咁嘅戰爭。第二，我哋唔想以色列軍隊好似1948年咁闖入我哋屋企。川普嘅提案唔重要，川普就係以色列，美國同以色列係一體。阿拉伯國家全部同美國合謀對付我哋，而美國就係以色列。佢話自己喺戰爭中已經被迫遷徙咗14次。另一名代爾拜拉克居民對 CBS News 講，任何能夠結束流血同戰鬥嘅事情都係好事，
任何能夠結束我哋正經歷緊嘅大屠殺嘅事情都係好事。當被問到如果和平協議意味住要推遲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嘅計劃，佢仲會唔會接受時，佢答：一切喺之後都可以解決，等我哋局勢穩定之後，呢啲問題都可以解決。我哋對真主充滿樂觀。前兩日就有好多消息啦，話突然間國防部美國國防部將所有啲高級將領嘅將軍啊，全部招晒翻華盛頓，要做咩事情？咁有人話又要打仗，又要呢樣。咁啊，當時人哋問我話咁多將軍招咗翻係咩回事啊？我話一般嚟講咧，咁睇咧，唔係打仗，可能要炒人啊嘛。咁今朝呢個謎團就解開咗啦。今日一朝早咧，國防部長 Hexas 就去咗 Virginia 嘅 Quantico， 即係 Quantico 係離我屋企，即係離華盛頓呢度40分鐘車到㗎咋。佢係海軍陸戰隊嘅基地，同時都係 FBI 嘅訓練基地嚟㗎。咁去到 Quantico 咧，佢就做咗一個即係40幾分鐘嘅講話。對呢啲台下100幾個唔係幾百個將軍啊，佢就喺度話，佢話覺醒文化咧喺過去咧就亦係控制咗美國軍隊咁多年，而家唔得啦，軍隊要恢復翻戰鬥精神啊！佢話一定咧要恢復翻體能同埋外表，佢有標準。佢話而家就以前啲將軍又肥到真係肥到幾百磅啲啊，留住大鬍鬚，佢哋而家唔能夠再容忍。佢話如果你唔認同咧，你可以立即辭職嘅。而且而軍隊嘅體能訓練標準啊，係用翻原來嘅男性標準，即係話唔係排斥女人。女性如果可以達到同男性咁樣嘅標準咧，冇問題嘅，你可以即係留喺度嘅。佢唔係排斥女性，但係個標準係男性嘅。咁Hexas 講完之後咧 ，Trump 就加入佢咯，即係佢去辭咗嘅。咁佢當時就等於支持國防部長，而且佢承諾咧要打造更加強大嘅美軍。咁我今日晏啲嘅時候咧，就會將 Hexas 呢段視頻講話嘅全文啊配音之後放喺呢個頻道度。咁呢個配音要需要啲時間，所以咧未有咁快嘅。但係個講話就好精彩咯。咁我當時即係我而家已經係中午時候咯，我做揾報道，啲報道都寫得唔三唔四，老實講啦。咁我最早睇就睇咗篇簡則篇報道咧 ABC 嘅晨間新聞節目啊，佢哋有記者在場，咁佢哋嘅報道咧，我就揀咗佢哋嘅現場報道。喺政府臨近停擺之際，總統川普同國防部長皮特克格塞斯星期二喺弗吉尼亞州康提科 Quantico 一個海軍陸戰隊基地發表講話。現場聚集咗幾百名臨時由世界各地召回嘅資深軍方指揮官。克格塞斯率先發言，語氣直接，強調所謂戰士精神嘅重要性。佢用呢個詞去形容令作戰部隊高效嘅核心精神。佢講：我哋必須隨時準備好，要麼準備好贏，要麼就等於冇準備好。佢強調國防部需要正確嘅文化。克格塞斯解釋點解要開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上將、海軍作戰部長弗朗海蒂上將同其他高層軍官。佢話理由好直接，因為好難靠受惠於舊文化嘅人去改變文化。佢要求軍中唔再有肥將軍，所有軍人必須通過體能同儀容標準。佢話唔准再留大鬍鬚。不合格嘅外表時代已經完結。布朗曾經推動更廣泛嘅招募政策，希望軍隊更似國家整體，而唔係維持所謂配額。但克格塞斯堅持要清除有毒領導嘅制度，並聲稱而家係為領導者掃清道路。佢話：你可以話我哋正喺結束對戰士嘅戰爭。佢警告在場將領，如果新標準令佢哋心入面發冷，咁就應該辭職。呢次活動係川普要求將國防部改名做戰爭部後嘅一部分。佢同克格塞斯強調必須執行戰鬥標準，以保持軍隊嘅殺傷力。川普隨後發言，表示會支持軍隊，承諾令美軍更強大、更快速、更兇猛。佢再一次聲稱比歷屆總統結束咗更多海外衝突，並猛烈批評拜登從阿富汗撤軍，
係美國歷史上最羞恥嘅時刻。川普仲將近期徵兵人數上升歸功於自己。上星期，所有1星及以上嘅將官接到通知，得幾日時間準備，要飛去康提科參加會議。五角大樓拒絕評論，引起外界揣測可能涉及軍隊削減或者新嘅國防戰略。但多方消息話，呢更似一場鼓舞部隊嘅動員講話，同克格塞斯平時喺公開場合或者電視上講嘅演說差唔多。同時亦為佢提供一個喺數百名將領面前亮相嘅機會。白宮星期日突然宣布川普都會加入，引起額外關注。國防部冇公布臨時召集咁多將領嘅費用，但預計會耗資幾十萬美元。五角大樓最新數據顯示，目前現役共有838名將官同海軍上將，其中446人係2星或以上軍銜。呢場會議正值政府可能停擺嘅前夕。如果國會喺星期三午夜前冇通過撥款法案，200萬軍人將要無薪繼續服役。根據國防部嘅應急預案，所有現役軍人必須繼續工作，合同亦可以喺優先項目下繼續執行，包括確保美墨邊境安全、建設川普提出嘅黃金穹頂導彈防禦系統、中東行動同造船計劃。有傳言話，如果政府當晚停擺，好多被臨時召回嘅指揮官可能滯留喺原駐地之外。但政府指引規定，如果停擺發生，人員必須盡快返到崗位，差旅費會喺恢復撥款之後獲得補償。嗱，有消息阿 Trump 又發達啦，咁啊 YouTube 同意咗支付阿 Trump 2450萬美金，佢就結束咗阿 Trump 對 YouTube 嘅訴訟啊，個訴訟係2021年開始嘅。當時記得咧，就即係1月6號之後咧，阿 Trump 佢哋話阿 Trump 就煽動呢個暴動咩成啦，就將佢個 YouTube 賬號刪咗啊。刪咗咧，咁阿 Trump 就開始告啦，告到而家咁和解啦。咁法院文件就顯示咧，2450萬美金中咧，2200萬係捐俾一個叫做國家廣場信託基金會嘅。呢個基金會咧就即係係專門用嚟做一件事情嘅啫，就係去修理白宮嗰個大舞廳啊。因為前一排咪有消息傳出嚟話阿 Trump 話喺舞廳真係咁落後咁舊嘅，要咩國宴啊喺度啫，即係甩美國面啊！我要收到個好靚。咁誰知咧就媒體就一片鬧聲鬧佢話，用使晒國家啲錢嚟收。佢後尾佢公佈唔係啊，我自己銀荷包㗎咋，同埋有啲其他啲捐款啊。咁而家亦都清楚咧，2200萬 YouTube 賠錢咧賠咗去呢個基金度啦。要收個舞廳應該用成2個億㗎。就咁啊，仲有其他250萬美金咧分俾其他有關啲原告咯。而家到上年佢都未上台啊，就開始贏啲訴訟咧。佢通過起訴科技同媒體公司咧 ，Trump 已經得咗8000萬美金嘅和解金。我哋睇下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啊。根據法庭文件 ，YouTube 已經同意支付2450萬美元，以了結川普總統喺2021年針對該公司同首席執行官提起嘅訴訟。呢宗訴訟源於 YouTube 喺當年國會騷亂之後暫停咗川普嘅賬號。呢筆和解令 YouTube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成為3間大型科技公司入面最後一間解決川普針對社交媒體平台所提個人訴訟嘅公司。此前 Meta 已經喺今年1月同意支付25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會撥入川普總統圖書館基金。X 則同意支付10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支付俾川普。華爾街日報早前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谷歌高層希望和解金額低過對手 Meta。根據法庭文件，和解金額入面嘅2200萬美元會撥俾國家廣場信託基金會，專項用於喺白宮修建一座仿效海湖莊園風格嘅舞廳。呢座舞廳預計耗資2億美元，由川普同其他外國捐助者資助。
另外250萬美元會支付俾案件入面嘅其他原告，包括美國保守派聯盟同作家拿奧米·沃爾夫。和解協議冇提到律師費用。谷歌拒絕評論。自去年秋季選舉勝出之後，川普已經透過同大型科技同媒體公司達成嘅多項和解，獲得超過8000萬美元。今年7月，派拉蒙環球同意支付1600萬美元，以了結川普因60分鐘採訪賀錦麗而提起嘅訴訟。川普律師兼盟友約翰·科爾同首席訴訟律師約翰·海利4年前共同發起針對社交媒體公司嘅3宗案件。科爾表示，川普重返權力係促使各方和解嘅關鍵。如果佢冇連任，我哋可能要喺法庭上打1000年官司。係佢嘅連任改變咗一切。有知情人士透露，今年5月初，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同聯合創辦人布林到達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準備參加調解。川普寒暄幾句之後，突然提議轉去附近高爾夫球會，因為佢要同前美式足球教練尼克·薩班打波。谷歌高管同律師隨後乘坐球車陪同川普打咗幾棟，之後一齊喺露台食午餐。返到海湖莊園之後，雙方先正式開始討論和解事宜。上星期三，科爾喺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川普遞交和解文件，川普簽字時話：太好啦，下一件事。之後話題就轉到白俄羅斯。川普無論喺任內定係卸任之後，都持續發起法律訴訟，包括起訴紐約時報同華爾街日報出版商道瓊斯公司。紐約時報案已經被駁回，道瓊斯上星期亦提出撤訴動議。YouTube 喺2021年1月6日國會騷亂之後暫停咗川普嘅頻道，理由係佢嘅影片違反咗禁止煽動暴力嘅政策。平台喺2023年3月恢復咗川普嘅頻道。法律分析人士一直懷疑川普起訴 Meta、YouTube 同 X 當時為推特嘅法律依據。2022年5月，一名聯邦法官駁回咗針對推特嘅訴訟之後，Meta 同 YouTube 案件被法院暫緩。2023年 YouTube 案被行政關閉。今年2月 X 支付和解金之後，川普律師要求重啟案件。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伯表示，和解當然有理由，但同法律關係唔大。最高法院現行判例好清楚，私人公司冇義務俾任何人發聲權。但佢補充，大公司喺川普政府監管下可能有強烈商業理由選擇和解。如果你係 Meta 或者谷歌，2500萬美元就好似午餐錢，花啲午餐錢將麻煩搞掂，係值得嘅。呢宗和解案正值谷歌面臨司法部要求拆分廣告業務嘅壓力。今年春季，一名聯邦法官裁定谷歌喺廣告業務中形成壟斷。上星期，聯邦法院已經開始聽證，決定谷歌應該承擔嘅處罰。本月早啲時候，谷歌喺一場針對其搜索引擎壟斷地位嘅挑戰中基本過關。今年5月，川普同 YouTube 嘅律師曾經向法院通報，雙方已經進行富有成效嘅討論，並要求延遲案件管理會議。星期一，佢哋正式申請撤訴。而家咧，美國同中國進行緊貿易談判噶嘛，咁阿 Trump 就好想達成一個談判結果啦。習近平咧就諗住可以喺度又度緊縮數，就可以喺度撈啲好處啊。佢就喺台灣問題上咧，想通過貿易咧就逼使華盛頓作出前所未有嘅政策表態。咁原來華盛頓係話唔支持台灣獨立嘅，但係佢政策係好模糊啊，佢戰略模糊政策。咁而家習近平就要求美國咧就要反對台灣獨立。嗱，從唔支持到反對咧，呢個好大一步㗎，就戰略模糊嘅呢個重大嘅轉向嚟嘅，亦都可能咧重新塑造咗台灣局勢同大國博弈嘅格局。咁呢篇報道咧，亦都係嚟自《華爾街日報》嘅。咁《華爾街日報》一個記者駐華嘅記者叫魏玲玲，
佢咧就做咗好多獨家報導嘅，咁啊中國方面成日都通過佢咧向西方嘅主流輿論釋放咗一啲信號，所以呢個亦都係可能即係中國要釋放嘅信號啦。我哋睇下魏玲玲呢篇報導。喺為同川普政府展開為期1年的高層接觸打好基礎之後，習近平而家正追逐佢嘅終極獎賞。據知情人士透露，一項可能令台灣被孤立嘅美國政策改變。據呢啲人士講，隨住川普總統表現出嚟年同中國達成經濟協議嘅興趣，中國領導人計劃敦促佢嘅美國對手正式聲明，美國反對台灣獨立。自2012年底上台以嚟，習近平已經將台灣納入北京控制視為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嘅關鍵要素。如今進入前所未有嘅第3個任期，佢一再強調統一係必然嘅，外部勢力冇辦法阻擋。呢個係指美國對台北嘅政治同軍事支持。據知情人士講，習近平已經唔再滿足於拜登政府所採納嘅嗰種立場，即華盛頓唔支持台灣獨立。呢個表態雖然俾北京得到安慰，但並冇偏離美國戰略上模棱兩可嘅一中政策，即係承認北京對台灣嘅主權聲索，但唔係支持。對習近平嚟講，唔支持台灣獨立同明確反對台灣獨立嘅分別遠非文字遊戲。呢將意味住美國政策由中立立場轉向主動同北京結盟反對台灣主權。呢種改變可能進一步鞏固習近平喺國內嘅權力。川普政府冇延續拜登時代唔支持台灣獨立嘅表述，相反，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表示，我哋長期以嚟嘅立場係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中國對台海和平與穩定構成咗最大嘅威脅。據知情人士透露，習近平認為佢可以喺川普嗰度引誘出關於台灣問題嘅政策轉變，因為北京覺得川普渴望達成一項經濟協議。喺同美方嘅對話中，中國政府外嘅政策顧問已經強調，美國必須正式宣布反對台灣獨立。奧巴馬政府前高級國家安全官員，現任喬治城大學教授嘅梅德羅斯話，喺台灣問題上，挑撥華盛頓同台北關係係北京嘅聖杯，呢會削弱台灣嘅信心，並增加北京對台北嘅籌碼。佢補充話，習近平可能覺得即將到嚟同川普嘅互動期係分化華盛頓同台北嘅最佳機會。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喺一份聲明中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嘅美台官方往來或者軍事聯繫。近期由川普同習近平推動嘅將社交媒體應用 TikTok 出售俾美國投資者嘅協議，為一系列高層對話鋪平咗道路。兩位領導人計劃喺即將於韓國舉行嘅亞太峰會上會晤，隨後川普可能喺2026年初訪華，而習近平就可能喺當年12月訪美。接近白宮嘅人士稱，呢啲接觸仍然係暫定，因為川普訪華要視乎北京喺貿易同壓制芬太尼原料流入方面嘅合作。同時，美台關係似乎變得更加唔確定。同拜登唔同，川普基本避免公開表態美國會唔會喺中國入侵台灣時進行軍事干預。佢話公開評論會削弱佢嘅談判地位。喺8月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川普表示習近平曾經向佢承諾，喺佢任內中國唔會入侵台灣。川普冇講明呢個承諾係乜時候作出，但指出習近平補充話，不過我好有耐性，中國都好有耐性。川普政府近期推遲咗一啲對台軍事援助，並拒絕允許台灣總統賴清德過境美國。呢個舉動導致賴取消咗佢嘅拉美訪問。呢啲行動引發咗華盛頓同台北嘅質疑，政府係咪將同中國嘅貿易協議擺喺支持台灣之上？接近白宮嘅人士表示，政府嘅重點係阻止中國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並鼓勵台北增加喺無人機、彈藥等自衛能力方面嘅開支。據佢哋講，近期拒絕賴清德過境嘅決定係為咗避免美國捲入台灣內部政治，因為嗰可能喺地方立法機關罷免選舉中助長賴所屬政黨。佢哋話，拒絕北京嘅台灣獨立最是係威懾嘅關鍵，因為咁樣可以剝奪中國一個可能嘅衝突藉口，類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使用嘅理由。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美國嘅一中政策依然同第一任川普政府時期相同。
呢一政策允許行政部門同台海兩岸進行互動。喺川普首個任期內，美國加強咗同台灣嘅往來，並增加咗對台軍售。據知情人士透露，今年1月喺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嘅通話中，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私下重申咗唔支持台灣獨立嘅保證。北京隨後喺官方通話記錄中公開咗呢個表態，未經美方許可，呢舉令魯比奧感到惱火。美國國務院嘅通話摘要則聚焦於魯比奧向王毅表達嘅對北京脅迫台灣嘅關切。今年2月，美國國務院更新嘅美台關係資料頁甚至刪除咗拜登時期關於唔支持台灣獨立嘅措辭。幫助制定川普政府對華政策嘅高級國家安全官員卡納柏西主張，美國應該提高自身威懾中國以武力奪取台灣嘅能力，因為北京正持續擴充軍事力量。卡納柏西去年喺布魯金斯學會一個中間派智庫發表嘅文章中主張，美國官員應該避免公開聲明唔支持台灣獨立，因為呢個表述會喺台灣造成疑慮，並令盟友困惑。佢提出咗一個更中性嘅講法，淨係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即便如此，預計習近平會喺同川普嘅每一次會面中都找緊機會，敦促呢位美國領導人採取明確反對台灣獨立嘅立場。美國喺台灣問題上嘅政策唔會一夜之間改變。市民心中心中國項目主任話，中國會堅持不懈咁推動佢嘅立場，一次又一次咁推進，從而逐步瓦解台灣對美國承諾嘅信心。最後我哋嚟睇篇評論啦。James Comey 嘅起訴呢，佢而家就標誌咗長期存在呢個司法雙重標準啊，終於就俾揭開咗。以前咧民主黨就好早就將司法武器化啦。你諗下，從2017年阿 Trump 上台以後，通俄門啊、咩彈劾啊，咁到佢落咗台以後咁多起訴啊，對 Trump 同佢個支持者窮追猛打。咁其中踢咗規，我哋都知道啦，就好似General Flynn 就跌咗份冇咗份工啊，冇咗份工，佢仔仲係俾人起訴，佢被逼就去認罪咁樣。班農啊。Peter Navarro、Roger Stone， 所有呢啲人咧喺政治操作之下咧，就遭受到好大嘅打擊，甚至坐監。咁而家咧共和黨就反擊啦。咁第一個就James Comey 嘅清算咧，依家係啱啱開始㗎咋。Trump 就講過，呢個係必要嘅問責同埋威脅，就唔能夠再讓嗰啲激進左派啊肆意妄為啊。咁著名嘅調查記者 Miranda Devine， 佢咧就係當初揭出嗰個拜登嗰個唔係拜登嗰個郵件個硬盤門啊，嗰個女記者嚟嘅，佢就喺紐約郵報度發表一篇詳細嘅分析同評論。在詹姆斯、科米被起訴後，民主黨人例如理查德、布魯門薩爾同埃里克斯沃維爾一本正經咁發出陰沉嘅警告，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並威脅話任何配合同川普復仇式起訴嘅人，一旦民主黨重新掌權，就會面臨報復。但佢哋嘅威脅冇人理，因為係佢哋先挑起呢一切。民主黨早就將司法體系當成武器嚟對付政治對手。我哋嚟數一數佢哋嘅做法。喺喬拜登任內，川普面對4宗獨立嘅起訴，共88項刑事指控。喺1月6日調查入面，超過1500名川普支持者被拘捕並遭到過度檢控。川普顧問史蒂夫、班農同彼得、納瓦羅因藐視南希、佩洛西所設嘅1月6日特別法庭而入獄。川普顧問羅傑、斯通喺黎明時分被大規模特警突襲拘捕。科米設計陷害川普嘅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將軍、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同國稅局掩蓋拜登嘅貪腐問題，並監禁咗吹哨人加爾、盧夫特同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呢啲只係當中一部分，各類保守派人士都遭受法律圍剿。聯邦調查局甚至監視學校董事會會議同天主教拉丁彌撒。聯調局探員仲被要求接受帶有政治動機嘅忠誠測試，去清除啲被懷疑支持川普嘅人。拜登向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施壓，要佢調查川普並放過自己個仔，只不過佢冇公開咁做，而係透過向紐約時報匿名洩密去達到目的。1. 不可饒恕。詹姆斯、
科米理應俾我哋徹底鄙視，因為佢破壞咗美國嘅司法體系同法治。弗林話，同科米一樣，弗林亦被控喺正式程序中向政府官員作出虛假陳述。弗林係對聯調局，科米係對國會。2017年1月，就喺川普就職幾日後，科米派出2名聯調局探員去拜訪新任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質問佢喺大選後同俄羅斯大使謝爾蓋基斯利亞克嘅合法通話。弗林被控向聯調局作出虛假陳述，佢否認，但喺檢察官威脅要起訴佢個仔嘅情況下，佢被逼認罪。係我派佢哋去嘅。科米喺接受電視訪問時，竟然公開炫耀自己違反政策嘅做法。喺一個較有組織嘅政府入面，好似小布殊或者歐巴馬政府，我唔會咁做，亦做唔成。佢話，但我當時諗，反正仲早，就差唔多派幾個人過去啦。觀眾哄堂大笑。對於弗林，一名退伍軍人同愛國者嚟講，科米呢種隨意濫用權力嘅行為令佢多年都飽受痛苦。佢喺川普赦免佢之前，為咗抗爭案件，失去咗屋企、生意同大部分積蓄。佢對我屋企、對川普政府以及對美國人民所做嘅一切係不可饒恕嘅。弗林話，佢應該受法律最大限度嘅懲罰。川普嘅另一位親信羅傑斯通都被控同科米一樣嘅罪名，對國會作出虛假陳述，妨礙國會程序，就好似弗林一樣，全部都係圍繞住虛假嘅通俄指控。然而，唔同於科米，斯通冇得被允許悠閒咁去投案自首。2019年1月25日凌晨，一支全副武裝嘅聯調局特警隊突襲斯通屋企， CNN 攝影機全程跟拍，佢同太太着住睡衣喺窗口下被押出屋門。斯通喺呢場無休無止嘅法律折磨中，失去咗屋、積蓄、保險，甚至連車都冇咗，直到川普赦免先至完結。冇嘢比呢個更能說明司法雙重標準。斯通話，法官發出咗廣泛嘅禁言令，禁止我喺公開場合為自己辯護，理由係我公開辯護可能會污染陪審團，但呢樣嘢都解釋唔到點解佢喺我被定罪同宣判之後仍然維持禁言令。佢話，並質疑點解科米就冇禁言令。2. 冷熱不均嘅正義。好問題。科米喺上星期一被起訴之後，就喺社交平台上載咗一段自我正義、自我可憐嘅影片，聲稱自己無辜，並擺出抵抗運動英雄嘅姿態。多年來，我同我嘅家人都知道，反抗川普係有代價，但我哋想象唔到可以用其他方式生活。我哋唔會跪住生活。佢話，川普政府嘅另一位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去年3月因藐視1月6日委員會嘅國會傳票而入獄4個月。呢個係40年來第一次有人因藐視國會而入獄。好似斯通一樣，納瓦羅亦想知點解科米受到較輕待遇，而佢自己喺2022年卻喺里根國家機場登機時遭到殘酷逮捕。納瓦羅被戴上手銬，腳被脫光搜查，拋入牢房。點解科米可以自己投案，而佢哋就派5個武裝嘅聯調局探員嚟捉我？佢質疑。我出獄當日喺共和黨全國大會上講嘅信息好簡單，如果我哋唔追究佢哋嘅責任，佢哋仲會再做多次。納瓦羅話，佢啱啱出咗一本書講述自己遭遇，叫我坐監係為咗你唔使坐。呢啲人唔止包括科米，仲包括歐巴馬、希拉里、克林頓、詹姆斯、克拉柏、麗莎、佩奇、彼得、斯特佐克、羅德、羅森斯坦，同埋嗰個俾我戴上腳嘅聯調局探員沃爾特·賈爾迪納。佢話佢哋之中冇烈士，得加害者。佢仲可以補充其他陰險嘅前政變策劃者，例如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紐約州總檢察長利蒂希亞、詹姆斯同民主黨參議員亞當·希夫。呢啲人而家都喺接受調查。史蒂夫·班農係另一個遭遇民主黨法律戰嘅前川普顧問，佢同納瓦羅一樣因藐視國會而入獄。佢將科米嘅起訴形容為我哋要塞入深層政府喉嚨嗰頓大餐嘅開胃菜。國內嘅敵人最好快啲請好律師，因為正義而家以最好嘅方式冷酷而堅硬得到伸張。當局勢反轉時，呢啲而家對科米自食其果大驚小怪嘅民主黨人同佢哋嘅媒體幫手，
當年可係迫不及待跑到米高峰前話，冇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甚至當聯調局武裝突襲一名前總統川普喺海湖莊園嘅住所，並掘翻梅拉尼亞川普嘅內衣櫃時，民主黨人仲係冷笑話：我哋相信法治。所以，請免去你哋嗰啲憤怒表演。3. 針鋒相對嘅起訴。科米嘅起訴只係因為史無前例，因為共和黨以前未玩過呢套，而家佢哋上場，戰場就係焦土政策。預計本周會有更多起訴，呢個唔係報復，而係問責。呢個係必要嘅清算、屏障、建立威懾。正如川普上星期所講，你唔可以讓呢種事繼續下去。佢哋係病態嘅、激進嘅左派，佢哋唔可以逍遙法外。以上就係今日閱讀天下節目嘅全部內容。我係龔小夏，多謝大家收睇。記住啊，聽日如果政府閂門呢，我就會用手機喺華盛頓去錄製呢個節目嘅導語同時咧帶大家睇下政府閂門係點樣。啲手機效果唔好嘅，即係大家要原諒啊。而家係相機同錄頻呢，有燈光咩性就好專業啦。咁如果出去外邊攞個手機錄，大家都知道效果會係點樣。但係咧節目呢個質量，如果係攝影嘅質量差咧，現場啲畫面啲就要補救噶啦，所以我哋聽日見啦。